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正好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00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第106天。双方不知不觉已经打了1000天。从我们这个韭菜吃瓜群众网友这个角度来看，这1000天似乎过得很快，但是对交战双方对吧？前线的战士，对这个乌克兰的人民，对乌克兰那些家园被毁的人，这1000天那是一个漫长的黑夜，漫长的煎熬，对吧？面对亲人的离去，面对这个家园被毁，重建家园遥遥无期。我们这1000天以来每天都做一个关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节目，不知不觉也坚持了1000天了。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乌克兰的反抗俄罗斯的侵略的这个战争可以说也是跌宕起伏。前不久特朗普对吧，竞选美国总统获胜，给这个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增加了很多变数，也就是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这个我在节目里面反复说就是因为特朗普对吧，给这个俄乌战争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在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前，正式的成为美国总统之前，各方力量都在做平衡，在做博弈都在做布局，为特朗普能带来的变化在提前做准备。你比如说地波老人现在疯狂的在库尔斯克反攻，想把乌军赶走，不惜一切代价现在是在人肉冲锋俄军的伤亡是越来越大，因为他们是在进攻，要面对乌军布的地雷，要面对乌军的这个反坦克导弹，要面对乌军的这是布拉德利战车，那玩意给坦克给装甲车洗脸，那是非常壮观的还有乌军的无人机，还有乌军的精确的火炮。所以大家想象一下，作为进攻一方，现在天气现在正是严寒对这个进攻的一方又不友好，所以说进攻一方的损失那恐怕大到难以想象。但是即便这样，这个特朗普6月20号上台之前，那普京是一定要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否则他没有办法实现停火，他没有办法向俄罗斯人交代。那么就在昨天这个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将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武器在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也就是拜登授权乌军使用远程武器袭击俄境内目标。这个在几天前的节目里面还有直播里面咱们都说过了，对吧？拜登他最好是在他离任之前对乌军的武器进行解禁，而且越快越好，还要给乌军留出这个使用的时间，争取在1月20号特朗普上任之前对俄军进行一轮有效的打击，瘫痪或者迟滞俄军的这种进攻能力和这后勤保障这个能力。这样即便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按照最坏的打算就彻底的断了乌克兰的这个援助，那么乌克兰在欧洲的支持下一样可以坚守。这是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和前2天直播里面都说过这个观点。果然这个拜登在这个俄派克会议上做出了这个决定有人说晚了，实际上不晚。这个每日电讯报说拜登美国导弹打击俄罗斯开绿灯，对乌克兰来说可能为时已晚。这个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你从俄罗斯的表现来说，拜登对乌军的武器进行解禁，授权乌军用美西方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的纵深，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致命的。地波老人又拿起了他的心爱的核按钮盘了起来。这个普京在回应这个美国对乌军的武器进行解禁就是授权乌克兰动用导弹袭击俄罗斯领土。这个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保留在国家面临威胁时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大家或许还记得就在今年9月份，普京警告说如果美国或其盟友允许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将被视为北约直接参与战争。普京说如果做出这一决定，就意味着北约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争。普京说这将极大的改变冲突的本质，也就是视为北约已经参战了。所以现在球到了普京的脚下，看普京怎么办。从这个普京反应来看，给乌克兰的武器解禁那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再看看这个特朗普团队他们对拜登授权乌克兰用这个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是什么个态度。首先是这个美国的叫一字并肩王马斯克。马斯克马上跟特朗普两人可以说叫一字并肩王。据说现在特朗普团队现在
在已经开始马斯克非常不满了，因为马斯克啊叫专权或者叫擅权或者叫越权，干涉这个特朗普团队的这些重要人员的任命。当然这是题外话啊。这个马斯克他说啊，问题是俄罗斯会以同等方式做出反应，不太清楚啊，俄罗斯是以什么同等方式做出反应？俄罗斯前几天对吧，还用90枚巡航导弹对吧，几十枚叫沙赫的无人机轰炸了乌克兰的全境啊。就在昨天呢，这个又再一次轰炸奥德萨，就这么高密度的对吧，频繁的轰炸乌克兰的情况下，不知道还要做出什么同等反应？是加倍是吗？加量不加价？1000天来啊，这个乌克兰基本上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就是拜登啊害怕这个战争升级，所以对乌克兰的援助啊是小心翼翼啊，要不然也不会拖到现在才授权对吧？用美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啊，确实也贻误了很多战机啊。这个特朗普过渡团队通讯总管斯蒂文·张，这还是一个中国裔的啊，还是个华人呢。他说啊，只有特朗普才能冲突双方带到谈桌旁。他在 CNN 电视台的评论中说啊，正如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所说那样，他是唯一能让双方走到一起进行和平谈判并努力结束战争和杀戮的人。这个牛啊吹得有点早啊，特朗普有这个想法，但是有没有这个实力，这个还要继续观察。然后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另外一名成员说啊，我怀疑几乎一切都将被修改。该消息人士以这种方式回答了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会修改拜登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袭击俄罗斯腹地的决定的问题。这名成员还说啊，美国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位总统。在2025年1月20日中午之前，美国总统是拜登，他做出了允许乌军使用这些导弹的决定，但离白宫易主没有多久了。也就是说啊，特朗普上台之后有可能会收回这个授权，不允许他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打击俄罗斯腹地。那我来谈一谈啊，这个我认为呢，拜登授权乌军使用这个武器，就是陆军战术导弹打击俄罗斯腹地啊，它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深远啊。首先一个，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300公里以上，也就是说啊，乌克兰实际控制线往外300公里范围的这个俄军的目标啊，都是他打击的对象，都可以够得着。有人说啊，说拜登啊只是允许在库尔斯克这个方向使用，这个不重要，对吧？这个可以理解成啊，叫小步快走，对吧？每次走一点，每次走的步数小一点，迈的小一点，但是他一直在迈，对吧？突然让这个乌军啊用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在俄罗斯全境啊四处开花，这个显然也不现实，恐怕还没有那么多储备啊，对吧？就这么陆军战术导弹能有多少到乌克兰战场，这还是个未知数，对吧？恐怕刚开始啊是优先用在库尔斯克这个方向啊，接下来恐怕就在罗斯托夫啊，对吧？克里米亚呀，克里米亚肯定是要用的，因为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领土啊，对吧？很有可能啊要打击这个克里米亚大桥。首先啊，这个拜登的这个主权啊，从政治上来说啊，这个意义也非常大，这个是再一次表明啊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也鼓舞了这个西方世界啊，比如说欧洲还有其他的国家，也就是拜登顶着压力啊，不惧普京升级这个战争，因为毕竟还有2个月啊，普京如果这个时候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或者是核战，那拜登还是要担责任，所以拜登他不怕，顶着压力，最后咬咬牙解除武器限制，对吧？这个也表明了这个拜登啊以及美国县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个实际上是鼓舞了啊欧洲这些盟国，他在国内对吧也表明了民主党一个态度，对吧？只要民主党在，他们就支持乌克兰。4年以后谁说得清呢？民主党会不会卷土重来，对吧？民主党这个做法，我认为啊恐怕为他挽回在竞选中的失败也是做出一个努力。那么在外交上面呢，这也是个胜利。拜登说啊，他对这个乌军武器进行解禁，主要是为了回应在库尔斯克，对吧？这个朝鲜的军队啊参与战争，他是对这个进行回应，这是告诉啊那些助纣为虐的帮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些国家，这也是表明美国态度啊，他不怕战争升级，如果怕他就不会授权啊，不会解禁乌军的这个限制。所以啊，你看在这个拜登的这个鼓舞下，这个法国、英国很快啊就要对这个他的什么风暴鹰、斯卡普也要解禁，因为这些武器啊可以搭载在 F-16上使用，甚至米格29也可以用，所以呢它的攻击距离会更远，那也有可能啊就去轰炸克里米亚大桥。同时啊，在这个拜登的影响之下，这个德国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你美国往前迈一步，德国的被迫他也跟一步，就是德国他不会往前走，他不会主动啊去领跑去引领方向，当然他会跟随。那你美国用陆军战术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那么德国他也会往前走一步。虽然啊说金牛座暂时还给不了，但是人家德国马上宣布给小金牛座，就是比金牛座稍微差那么一点，那是什么东西呢？德国将向乌克兰
兰交付4000台小金牛座，实际上就是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它的工作原理跟这个金牛座是一样的，配备抗干扰导航系统，也就是俄罗斯现在所具备的这种无人机的信号的这种措施啊，恐怕都要失效。它的导航原理跟金牛座是一样的，那恐怕也就是威力稍微差点，可以突破这个俄军的干扰。你看看4000台小金牛座，然后这个德国的这个下一任的总理也叫梅尔茨，还有一个这个绿党提名的候选人叫罗伯特·哈贝克，也就是德国这个下一任总理的候选人。这些人一个比一个狠。他说他如果当选总理，将批准向乌克兰供应金牛座巡航导弹。这个你不能不说这个拜登的这个授权解禁乌克兰武器的这种行为，也鼓舞了，对吧？激励了欧盟这些国家。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在20国集团这个峰会上，他宣布乌克兰将是他议程上的首要，只要需要就全力提供支持。那么第三个，在军事上面呢，那这个就显而易见的了，这个和咱们预测的一样现在离特朗普上台正好还有2个月，那么在这2个月的时间里面，乌军完全可以把这个实控线周围3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俄军的目标全部轰炸一遍，给它梳理一遍，离地全部离一遍，主要是机场、这个交通枢纽，尤其是铁路枢纽、仓库、炼油厂、军工厂、大型的军事基地，完全可以炸一遍。炸完之后那么因为现在大家都能想象得到，俄罗斯它全部的这种军事物资军事资源、军事资产都是集中在离乌克兰很近的地方，因为这样便于向前线这个运送后勤保障，对吧？比如飞机，它都在那个乌克兰边境场苏34，对吧？一起飞就去扔这个 FAB 滑翔炸弹，这个给乌军造成很大的困扰。如果把这300公里以内的这些军事目标都摧毁，那个对俄罗斯的打击是非常大。一个它是后勤保障就出问题了，它所有的东西都得远离俄乌前线，它的分散到很远的地方，甚至它的指挥所都要搬走。有人说那俄罗斯在乌克兰打击之前，对吧？它能动的可能都已经搬走了，这不要紧，对吧？那它不能动的，比如飞机场、铁路交通枢纽、炼油厂、兵工厂，这些它搬不走，就得炸。炸完之后是一样的，它的后勤保障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这样就导致前线的俄军受到制约。那么在未来的这几年，如果特朗普不支持乌克兰，那么在欧洲的帮助下，乌克兰照样可以顶住俄军的进攻，因为俄军的前进基地恐怕都被摧毁了，你得怎么办？第二个影响也就是乌克兰他自己，他也生产了导弹还有无人机。以往乌克兰自己的远程的无人机还有导弹，它要打击目标比较多，它的量有限。那现在呢，300公里以内的都交给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乌克兰自己生产的远程的这武器就专门用来打击莫斯科，集中这个方向，不用分散到到处都是，对吧？这个对，就是远程的交给乌克兰人自己的武器。因为这个虽然这个无人机轰炸效果差，因为它飞得越远，它的载弹量就越少，它的攻击性就是威力就越小，但是你架不住它多它总是去轰炸，对吧？这样让乌克兰的武器对吧？它可以有效的搭配。明年乌克兰自己的远程导弹恐怕就量产，吧？不说1个月能生产100枚吗？那这个就够俄罗斯喝一壶的。所以说军事上那这个意义非常大。就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先给他炸完。那么特朗普一上台之后呢，他收回这个授权，不允许乌军用陆军战术导弹打击俄罗斯纵深，为时已晚，对吧？已经打完了，也没什么好炸的，对吧？该炸的炸完了，这俄罗斯要修复那不知道到猴年马月。克里米亚那个大桥，那个铁路桥，到现在还不能过火车我觉得接下来这2个月里面，乌克兰，对吧？为了防止特朗普上来之后这个政策发生变化，不支持乌克兰，那么应该尽快把那个克里米亚大桥给炸掉，就是进一步打击这个俄罗斯的后勤保障能力，不用担心什么核战，什么第3次世界大战，炸了再说。克里米亚大桥炸掉以后再加上明年这个法国的阵风幻影战斗机到来，还有更多的 F-16到来，那么乌军他就可以封锁克里米亚，对吧？克里米亚的俄军会不战自乱。那我觉得这都是军事上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4点，对俄罗斯国内的老百姓的这个打击，心理上的冲击，加剧了他们对普京的不满。以往这个乌军都是无人机去轰炸一下莫斯科，那个威力都很小，大家都看到那个轰炸效果，对吧？也就是把什么地方炸了起了个火，然后机场呢也就是停飞半天，那个破坏力不是特别大，对吧？还有无人机不飞到克里姆林宫，你说飞那么远，它的载弹量有。那现在这些炮火弹在俄罗斯300公里以内这些地方遍地开花，那个爆炸声可比无人机要厉害，那个呼啸而来，对吧？那个轰炸的声音，那个
产生的这个震撼的效果。现在俄罗斯啊，很多民众就已经开始在什么别尔格莱德、什么莫斯科就已经开始联系，准备往外跑了。媒体报道，根据这个媒体报道说，与乌克兰接壤，但受影响程度不如别尔格莱德州和库尔斯克州的沃罗涅日州反应最为强烈。当地官员告诉记者，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我们应该收拾行李，把我们的亲属带到很远的地方去。沃罗涅日西南郊的巴尔的摩机场和当地的大型工业企业，这里面还有很多人呢。因为这个沃罗涅日啊，他们还没有听到爆炸声，所以这些俄罗斯人呢非常紧张，准备要从这儿迁走了。而那个别尔格莱德州和库尔斯克州呢，当地老百姓情绪比较平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炮火的声音，已经习惯了无人机的攻击，所以他们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还不知道什么东西。随着越来越多的俄罗斯这个边疆地区的这些人往莫斯科、往这个圣彼得堡、往俄罗斯内地迁徙，有没有一种家园被毁、逃离家园？这会造成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人要往俄罗斯内地，给俄罗斯的社会秩序带来多大的一个叫隐患？乌克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乌克兰人往哪儿跑？往乌克兰西部，更多的是到欧洲去，被欧洲这些国家接纳，所以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问题。虽然他们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逃离家园，但是他们在欧洲基本上对吧，还受到了善待。但是你说这些俄罗斯人去哪儿呢？去白俄罗斯吗？他只能往俄罗斯内地。俄罗斯虽然地大物博，但是要解决接纳这么多难民、这么多流离失所的人，俄罗斯又得花钱，又得解决他们工作，对吧？他们没有工作了，跑到莫斯科怎么办？所以给俄罗斯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这些人会越来越不满，他们会怀疑普京的承诺。普京不是号称硬汉吗？能够保护俄罗斯吗？给他20年，还给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结果你说怎么解释？本来你说你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是帮乌克兰去纳粹化，帮乌克兰去军事化，结果怎么仗打到俄罗斯本土俄罗斯到处战火纷飞，导弹呼啸而来，库尔斯克还被人占了。普京怎么解释？这个俄罗斯人可不像印度人那么老实，俄罗斯人不满他就会骂，他会上街，对吧？上一次迪波老人和苏罗维金从那个赫尔松撤出的时候，普京的大脑国师杜金不是号召俄罗斯人把普京烧死吗？你想一想，如果这个俄罗斯境内遭到大面积的攻击，这个如果1天2天还行，如果长期这么炸，俄罗斯人能受得了吗？所以我觉得对俄罗斯人心理的冲击远远大于军事上的，也大于这个外交和政治，也就会给俄罗斯造成更大的这个问题。俄罗斯面临崩溃更近，随时有可能崩溃，那就看这个受炮火影响的人有多少。俄乌边境线对吧，1000多公里长，而且都是俄罗斯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的地方。你300公里的纵深你说覆盖多少人口？这些人恐怕如果都要逃离家园，这对俄罗斯影响有多大？所以普京很紧张，非常生气虽然说乌军打击的都是军事目标，但是这个子弹炮弹它不沾眼，对吧？即便你是精确攻击，那也吓人对吧？谁也不愿意活在那个炮火之下，那是能跑就跑。俄罗斯人没有想到有一天俄罗斯居然也是一片火海，这个比80年前2战还要激烈他们怎么看普京我想这么下去的话，等到特朗普上台，这很有可能特朗普是朝普京下手要给普京极限施压，因为天平已经倒向乌克兰这边了，特朗普没有必要出卖乌克兰，再说他也出卖不了，所以他有可能顺势就要打压，这个都保不齐那普京会怎么应对呢？实际上很简单普京现在就是把那个朝鲜拉进来了，到现在为止朝鲜的士兵并没有动至少连美国他都没说朝鲜士兵参战了。但是呢现在呢，对吧？那普京和司令官恐怕就要勾兑，也就是说普京通过把朝鲜士兵到前线去跟乌军对抗，以此来升级战争。也就是说你看是俩国家，对吧？有没有可能把另外一个国家给拖下水？普京是绝对不敢用核武器的，对吧？他是越盘越不敢用，所以他怎么报复呢？我觉得无非就是把朝鲜拖下水，然后再继续在伊朗，在什么胡塞武装、黎巴嫩、叙利亚搞事保不齐他也给这个胡塞武装提供什么超音速导弹等等对吧？用那个来吓唬或者打击着红海的这些美西方的这个军舰，对吧？给这个真主党提供什么他这手段就这么多吧。总之拜登对乌克兰的武器进行解禁这就给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又增加了一层安全垫，对吧？来应对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性。当然了，最终效果还是要看乌军用这些武器，对吧？到底打击的怎么样，还要看打击效果。正如乌克兰总统
统泽连斯基所说的袭击不是用人类语言来实现的，我们不会宣布袭击计划，这要让导弹自己来说话，他们肯定会开口。这话让后继位发凉，让导弹开口说话，恰恰普京也只听得懂大炮的声音，让大炮跟普京交流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